歡迎來到 Grandpa and Grandma Lo-Fi。這是一個由銀髮爺爺嫲嫲演奏與歌唱的 Lo-Fi 頻道。在這裡，你會聽到融合東西樂器的經典老歌、懷舊旋律，配上溫柔輕節奏，像是一杯熱茶，溫暖你的心與回憶。我們來自銀韻東西樂隊的爺爺嫲嫲，用真摯的歌聲和樂器彈奏，重新詮釋我們熟悉的老歌，陪你走過每一段靜好時光。你可以在這裡放鬆讀書、工作、入眠，重拾童年與父母的音樂記憶，欣賞爺爺嫲嫲卡通角色的療癒動畫場景，感受銀鈴音樂家的生命力與音樂情感。每週上新純音樂家動畫影像療癒系 Lo-Fi 風格，訂閱我們，一起聽爺爺嫲嫲用音樂說故事。